这个最近有袂少为台湾出国的人，伫其他国家互验出有患着新冠病毒，再加上这个外国的疫情也是真严重，所以疫情指挥中心扩大着筛检的方案。只要是从事着接触人较侪这个职业，甲大众运输工具的员工，以及徛柜台的小姐、派送员，或者是捌甲这个外国人接触的这个一般的民众，若是来出现着不明原因的落车，甲这个呼吸道等等的症头，只要医师评估有需要，拢会当来做采检。代替的人员徛伫入口的所在，一直看电脑。百货公司柜台人员足亲切的，这个职业接触的对象百款。亲像头拄讲的，遮个还阁有餐厅、娱乐场所、外送、防疫旅馆的员工，嘛拢是指挥中心扩大检验的对象。能扩大总是一件好事情。你光是筛检某些特定的族群，这个只是第一步了。下一步要让病人到医院的时候，很容易被检查是不是新冠。就是惊讲有无症状的患者，专家嘛赞成讲，即马只要有不明原因的歹巴肚、发烧、呼吸道症状，也是讲做高风险职业的人，或者是接触国外等的台湾民众的人，医师评估了后，拢会当采检。有旅游史的从国外回来的人，他可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了哈。原来的通报定义是属于比较严格的，因为台湾嘛有袂少出国了才发现感染的人，即马平均逐工检验的量是200件。但是其实会当检验7400件，若是扩大采检，应该会当减少感染扩散的风险。